TSA 評估之後，得出嘅結果有咩實際用途呢？考完 TSA 之後，學校就會收到報告，了解整體學生嘅表現，並且可以根據結果調整教學計劃，喺有需要嘅地方加強支援，同埋改善學與教，提升學生水平。每間學校都有自己嘅校本課程同進度。如果學校想客觀咁知道喺全香港同一個標準之下，自己學生嘅中英數3科嘅學習水平，就需要一個標準化嘅評估工具。TSA 正正能夠照顧我哋呢一個嘅需求，提供實用嘅資料，而呢種數據係有別於校內一般評估。TSA 嘅學校層面報告好實用，有助提升老師喺評估方面嘅專業知識，對學生嘅基本能力更清晰掌握，亦為輔導同跟進提供具體方向。